针对中央总预算的征集，国民党透早是去到警察局、各行政院甲部分媒体放假风声来造谣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批评讲，这宪法的问题，乃是去到这派出所来报案的。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表示，等这总预算送到行政院了后，打算会提出复议甲提出释宪。 立法院三读通过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中央继续互相呛声。国民党提议党团早起去中正一分局，各怀行政院各部会甲部分媒体涉嫌造谣抹黑总预算，控告违反社会法。铺天盖地的谣言，事实上已经造成我们社会很多民众的恐慌。农业部造谣说老农津贴领不到了，财政部 透过他的本专说，统一发票奖金被删掉了。所有中央政府总预算在今年度要用的这个金额，事实上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了。现在的行政院的院长是历年来中华民国最富有的阁揆，他现在的这个政府啊，也是历年来最有钱的这个政府。 专业批评114年度的总预算经过提案三读了，依然是史上上悬。强调严格把关总预算是守护人民的前提啊。不过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批评，宪法展出的问题，不应该早去派出所报案。这个是宪法程序的问题，你要到宪法法庭去做事件统一解释，你把它当做一般小偷的东西丢掉，邻居吵架，跑到派出所去报案。民进党团批评总预算三读版本真混乱，行政长杜永泰23也第4摆亲身出现伫议会了后记者会，包含主计总处拢参加，说明总预算无法度实行的所在。等待总预算送到行政院了后，会详细核对各建议提出复议，也针对释宪来进行讨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